平安，今天10月10日，大多数人都在休假，有些人可能还在休息，有些人可能已经出外去爬山、去旅行。而这当中，也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这段时间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。让我们来到主人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我们一起敬拜我永远的救主。小时候的救主，因你呼召让我不同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，全充满你恩典，刻下一切在这祭坛上，生命故事愿世界能看见，与你一起向前，我永远的救主，一辈子不离开你，因你付上了代价，赎回了我，能为你而活。我永远的救主，一辈子我要歌唱，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，服侍我主我王。掌管我生命的救主，有你的话语心安息，安慰我所有赞美都已不
付上了代价，赎回了我，能为你而活。我永远的救赎，一辈子我要歌唱。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，不是我主我王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在每一天当中都要经历你的恩典，在每一天的早晨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敬拜，让我们每天紧紧跟随你的脚步。我永远的救主，让我们一生不离开你，让我跟着你走，跟着你的脚步来走人生的每一步路。主啊，恳求你继续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刻，让我们在休息的时刻都要经历你。当我们年少的时候，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有你的爱来陪伴，让我们充满了你的恩典，你的赐福，让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写下这美好的故事，也成为这一生的见证。让你所付上的代价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，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继续的歌唱传唱这美好的诗歌，来颂赞主你的名。主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继续的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对你的爱不是像朝露，不是像那晨雾一样转瞬间就消失，而是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持续的歌颂赞美你，持续的爱你，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赐福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，献上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年10月10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8章第1节到第14节。何西阿书第8章第1节到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上主说：“吹警号吧！敌人好像老鹰突击我的土地，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恶我的教导。虽然他们认为我做他们的上帝，自称认识我，他们却拒绝良善。为了这缘故，敌人要追赶他们。我的子民照着自己的意思立君王、立首领，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。他们用自己的金银铸造偶像，自招灭亡。我憎恨撒玛利亚人所拜的金牛偶像，厌恶他们。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弃绝偶像呢？以色列的匠人铸造偶像，但这偶像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金牛要被粉碎，他们播种的是风，收割的是暴风。不结实的麦穗做不成面包，就算结实做成面包，也要被外国人吃掉。以色列已经跟列国没有区别，像破裂的瓶子，毫无用处。他们像倔强的野驴，任性走自己的路。他们投奔亚述国，又贿赂各外国求保护。但是
我要把他们都聚在一起，惩罚他们。当亚述王压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要吃尽苦头。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罪，以色列人造了许多祭坛，但祭坛越多，犯罪的地方也越多。我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教训，他们却以为怪异而拒绝。他们喜欢向我献生祭，贪吃祭过的肉。但是我上主不但不喜欢这些，反而要记得他们的罪，惩罚他们。我要把他们遣回埃及。以色列人造了很多宫殿，却忘了他们的创造者。犹大人造了很多巩固的城堡，但我要降火烧毁他们的宫殿和城堡。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8章第1节到第14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平安。在这些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似乎上帝在生气，在面对着以色列人的背叛的背离，在当中去看见了这个民族当中，虽然我们知道上帝依然爱着这个民族，就像前面以色列人他们在讲的一样，当上帝责罚我们、击打我们，依然会包扎我们。虽然有许多这样的惩罚临到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依然不会离开。或许这是一种信心，而这也是一种，或许我们在讲的克谁或克秀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见了，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回转归向上帝，但是我们却常常一直在想，不管我们怎么做，上帝都爱我们，那我们也怎么做都没有关系。但并不是如此，并不是我们怎么做都没有关系，而是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方式，有什么样的决心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所以在昨天的经文之后，我们看到何西阿宣布了，在当中人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当上帝要复兴他们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一直在出现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上主说：“吹号角，吹警号吧！敌人好像老鹰突击我的土地，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恶我的教导。”其实或许这句话应该要反过来讲：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弃了我的教导，所以离开了上帝，自己去找自己的出路，自己去找其他的神。而这当中我们看到的，为什么要叫何西阿有这段婚姻，其实也真的是让我们去看见，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是去选择那其他的，我们并不是单单的仰望上帝，而是我们用了这许多，就像前面经文在讲的，带着上帝所赐的这恩典，这许多祝福，却去投靠其他的神明，这不也就是一种劈腿，一种背离，一种背叛吗？所以也因为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子民的离弃，背弃了所订立的约，厌恶了这样的教导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
这些事情所呈现出来的。所以在当中前面在讲到说，吹号角吧，吹警号吧，按警示铃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因为敌人要好，就像是老鹰一样要突袭过来。我们看到现在的战争似乎也是如此。在1年前，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过住棚节的时候，哈马斯他们就在这当中出其不意的就攻击了以色列，出其不意的就攻击了。敌人好像老鹰突击了我的土地。我们看到战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在2-3年前，俄罗斯去突击了乌克兰也是如此，他们都觉得应该没事啊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事情却是这样在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是如此，就会是如此，在我们不经意当中，我们不以为然当中就发生了。而这样的过程里面，当你在吹号角，当你在做这样的警示的时候，其实也去看到重点在于哪里？重点在于上帝的子民背弃了他们的所立的约，厌恶上帝的教导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里面何尝不是如此？当教会开始在乱的时候，当教会开始有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比较一些教会，当你看到一个教会，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讲，一直在复兴，一直在发展得很好。我们不管这个教会是基油派的或福音派的，是长老会还是其他教派的，当我们看到一些教会正在走向更好的发展的时候，这教会弟兄姐妹是怎样的？势必是他们愿意顺服一起走，他们愿意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这教会势必有许多人是付上代价，在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在为这教会祷告，在为这教会来摆上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大家是愿意跟着走，去看见上帝所赐下的异象，而在当中，在这样异象里面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这些奔跑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一直出状况，这种有的没有事情一直层出不穷，甚至有听到有的教会，他们在这10-20年来持续的分裂，因为内部持续不断的纷争，持续层出不穷，一直出现，一直在有很多纷争，从100多人降到100个人，降到后来连30-40个，连10-20个也可以有内部的纷争。说不定剩下2个依然有纷争，而这样的纷争一直出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生命里面，就是不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不愿意降服。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的话语来带领，相信势必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才有办法彼此的代祷，彼此的祷告，才会有那一种彼此相爱的心在那当中，而在当中才会看见自己不足，才会求对方的饶恕，才会去饶恕对方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势必要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离弃了上帝，离开了上帝，我们不去追求那些的时候，不用说外面的这些老鹰突击，敌人像老鹰突击，我们内部就开始出问题，而这过程不也就是让撒旦得逞了吗？当我们不回到上帝面前，不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许多的抱怨，许多的埋怨，许多的攻击在当中，彼此的攻击。原本应该要彼此相爱的一群人，却变成了互相攻击的一群人。就像以色列一样，原本是在一起彼此帮助的，却成为以色列国、犹大国互相在内战，互相在攻击。从他们分裂开始，那种战争，那种互相攻击，
持续的不停歇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在发生，让我看见这边在讲的，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恶我的教导。其实许多时候很多人也回来看牧师有没有背弃了你牧师的誓约，长老你有没有背弃了你长老的誓约，执事有没有背弃了你执事的誓约，弟兄姐妹有没有背弃了你弟兄姐妹的誓约。而在当中很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没有继续的跟随上主。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，你有没有继续的回顾你受洗那一刻所立下的誓约？所以当中很重要的这一刻，在当中我们有没有继续的在经历这一些？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恶我的教导，所以吹号角吧，吹警号吧，敌人好像老鹰突击了我的土地。第2节、第3节这边说，虽然他们认我做他们的上帝，自称认识我。这句话不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况吗？当我们在开玩笑说西方的国家，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或等等的很多国家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国家，但他们也说，他们一生当中，很多人一生当中只进到教会3次：出生、结婚、告别式。我们真的有认识上帝吗？虽然他们认我做他们上帝，自称认识我。我们很多人都说我很敬虔啊，但是有没有看到在很多生活当中，你的敬虔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真的是活出那美好的生命吗？我们常常在讲的上帝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上帝。听说了上帝是怎样，听说了怎么，我们所分享的都是听说的，讲的好像是自己经验。在这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的，为什么我们要灵修？为什么我们要 QT？ 为什么我们要读经？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。就像前2天的经文在讲的，竭力认识主，竭力认识上帝。这种竭力就是用尽了你的心思，用尽你所有的来认识上帝。但是有多少人是做到这样子？所以这边才会说自称认识我。其实有认识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期望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。其实这样的东西要从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长子开始来做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，我相信势必会塑造一种我们教会的氛围，我们教会的文化。就像有一个牧师，他在分享说，当他开始在关心疗养院的时候，安养中心的时候，去到那边慢慢的带，慢慢的带，到后来在那边也成为一个文化。他在那边有带他们一起做礼拜。他说，但是他们的某一场的礼拜就在那边了，因为已经习惯，大家都习惯就在那边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就会在当中一起礼拜。甚至他也分享到说，那些安养中心到后来，那些的住民都受洗成为基督徒。虽然安养中心的老板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当他在收这些新的住民的时候，他也会跟他说，你要预备心哦，然后这边的人都会成为基督徒，都会一起礼拜，都会一起敬拜。而这老板为什么会让这牧师持续的在那边？因为他发现这牧师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带出很好的影响力。
在当中他关怀这些人之后，那老板也做见证说，当牧师来之后，这些住民后续变得很好照顾，很好照料，所以他也很喜欢这牧师去。而在当中，他也形塑出这样的一个文化出来，在不经意当中带出的这样文化，连不信主的老板都认同，而且帮他宣传。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不要让我们只是自以为、自称认识上帝，我们要真实的认识上帝，我们要竭力的认识上主。所以在当中，他讲到说，他们认我，那他们认我做他们的上帝，自称认识我，却拒绝良善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。就像很多人曾经有人跟我说啊，他们家谁很敬虔哦，怎么样？但是就是没他进过教会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会听到很多很冲突的话语。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若是他能够读圣经，他一定会渴慕读圣经，他一定会渴慕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来祷告，来领受上帝的心意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也相信有个牧师的分享，他说如果这个人渴慕上帝的话语，他一定会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，他就一定会来聚会，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讲了许多这样的话语，包含了不可停止聚会，包含了要爱人如己等等，他一定会照做。一个渴慕上帝的话语的人，他已经渴慕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他也渴慕去实践上帝的话语，他也渴慕在当中从这些话语里面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的，当你是渴慕上帝的话语，当你生命里面有上帝美好的心意的时候，你会去伤害别人吗？任意的伤害别人吗？你会去互相攻击你的弟兄姐妹吗？你会拿刀去砍他吗？你会用上帝的话成为大刀去砍吗？若不是有上帝允许，不会这样做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所实践出来的跟上帝的教导根本是背道而驰。所以就像这边在讲的，他们拒绝良善，认上帝为他们的上帝，自以为认识上帝，但是所做出来的跟他所宣认的是背道而驰。这会不会是我的生命？会不会是你的生命？会不会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？是不是我们常常陷入在那当中？我们自以为是基督徒，我们自以为是敬虔，我们自以为是上帝所拣选，上帝所膏抹的，但是我们所做的却跟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。所以这边说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敌人要追赶他们，敌人要追赶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3节所带出来的，让我们看见哇，这样的生命怎么成为美好的生命？难怪在北国以色列持续这么多的风波在这当中。当我们透过这当中来看的时候，教会一直出问题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一直陷入在这情况里面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一直如此？所以敌人要追赶他们。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，这3节已经可以成为我们这一天或这一生很强烈的一个提醒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有这些事情出现，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，还是只是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是我的上帝，我已经足够认识他了。其实有可能我们的认识只是0，只是千万分之一，但是我们自以为我已经100%认识这个上帝了。这个上帝就是怎样？有可能我们自以为认识、自以为是的认识，可能大部分都是错误的认识。
所以在这里面，也让我们更加的在每一天灵修当中，更加的贴近上帝的心。接着我们所看这些，也都在我们在读撒母耳记、列王记的时候，里面看见。他这边说：“我的子民照着自己的意思立君王。”这事情在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，以及以色列人跟撒母耳之间，其实有许多的拉扯。上帝一开始也不同意这样的事情。撒母耳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也不开心，但是那时候上帝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不用不开心，但不是不喜欢你，他们是不喜欢我，他们是要离弃我。”所以在这立王的事件当中，也让我看见，其实人们很想要用这世俗的一切，很想要用这世上的一切人的方式来处理每一件事情。上帝给他们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来询问上帝的心意。但是人却是想要的是，我自己找一个人来管理我们。所以在那时刻，上帝也透过撒母耳去跟他们说：如果你们要立这个王，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？你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你们要让这个人来管理，你们就要放出你们主权给这个人了。哇，这样的过程也会造成这个人是不是取代了上帝的位置？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知道的是，上帝创造这一切，主权在于上帝。我们要将主权交回去给上帝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当这个王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却是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这个王。他要什么，我们就要给他。我们要供应这个王生活的需要，这行政体里面的许多的需要，都要满足那些。他们要什么，就要给他们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子民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立君王，他们要自己去立王。立首领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他们用金银铸造偶像，自招灭亡。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好像上帝为他们立了君王，到后面他们也用很多方式自己去找出这个王，篡位，或者是去立某些人当王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去看，我们似乎也常常是这样，我们要自己做王，我们要自己做主，我们要自己在当中，我们想要掌权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也从伊洛波安开始，他们自己铸造偶像。从一开始的金牛，到后来的亚瑟拉女神柱像等等的许多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做这些，让他们自招灭亡。这边也继续讲，我憎恨撒玛利亚人所拜的金牛像，厌恶他们。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弃绝偶像呢？撒玛利亚人，我相信这里在讲以色列人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、撒玛利亚人，甚至其实有些国家，他们也在敬拜耶和华上帝。他这边在讲撒玛利亚人，何尝不是在讲以色列人呢？所以他们拜金牛像。我们开始看耶罗波安所铸造那金牛像，放在东边，放在北边，让人民去拜，让人们去拜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，当以色列人在拜这些金牛像、这些偶像的时候，上帝是生气的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我憎恨
厌恶他们，厌恶这些金牛像，厌恶这些人。到底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弃绝呢？其实也会来看，究竟这些人到什么时候才会回转呢？就像耶稣在说的：“小心的人啊，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？”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这情况里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跟随，我们一直用自己的想法在做这许多的事情。到底上帝要忍受我们到几时呢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放下这些偶像，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来降服在上帝面前？所以在这边也在讲到说，以色列人跟台湾人都很像，铸造了偶像，但这些偶像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金牛像要被粉碎，我们所拜的，我们所倚靠的这些要被粉碎，唯有回到上帝面前来。他们播种的是风，收割的是暴风，不结实的麦穗做不成面包。所以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也让他们去经历到所做这些只是捕风，即使有收成，即使能够做出什么，也是要贡献给别人。所以也不是你在享受这些，所以你以为有领受了很多恩典，并不是。以色列已经跟列国没有区别，像破裂的瓶子毫无用处。因此一步一步让我们来看，在这当中上帝要让我们真实的去回顾我们的生命。他们像倔强的野驴任性的走自己的路，他们投奔亚述国，又贿赂外国求保护。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他们很会去找他们邻近的国家去帮助他们。面对东边的国家，他们找西边的帮助，找南边的帮助。亚述也曾经去警告他们，你不要想找埃及找谁来，你看他们，我都打败他们了。你也不要以为你很厉害，不要以为在这场战争当中，你们靠着上帝就可以赢了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经历这样的事情。很多人在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你们靠谁，你要来靠我，你要来靠我亚述王。而我们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，其实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真的会去联合其他的国家来帮他们抵御。而这些国家其实也有其他的心思，在某个时刻，当我强大的时候，我要把你吃掉。我们也常是这样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靠着周围的这些人的资源，我们做了许多事情，但是却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。过去我们同工有时候也会提醒我们，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祷告？我们有没有先为这些事情祷告，先为这样的事情来摆上？不是一直在做，一直在规划，好像做了很好的事情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件事情有没有先摆上祷告，先回到上帝面前？这是牧师一直在讲的，我们的祷告只是形式吗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要祷告一下；因为我们是在教会，所以我们要祷告一下。只是形式吗？还是我们还没开始做之前，就持续不断的为这些事情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交托在上帝手中，回到上帝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上帝，我们该不该做？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事情？我们该怎么做？就像大卫一样，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，当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先问上帝：我该不该做？我该怎么做？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着你的喜悦？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而且不是回到上帝面前来而已，是将每件事情主权先交回去给上帝，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我好像很厉害一样，
而是把这些都先交回去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中所说的，其实也是我们。其实我看到好几个人也是如此，很倔强，很任性。我就是要这样做，我就是要这样做，不管对不对，我就是要这样做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不管是投奔亚述国，又贿赂外国求保护。当我们回到台湾的处境，很多人在讨论说，我们要亲中、亲日、亲美，要靠近哪一个？要跟哪一边当朋友？但是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先回来再看，我们有没有先为这些事情摆上祷告？很多人都会讲一句话说：“不用祷告我就知道啦，怎么的？”但是，这不也就是一种骄傲吗？这不也就是像以色列一样，不用做那些就可以怎么样了吗？所以当中，让我们回来看，在这里面我们要亲近哪一个？我们要怎么做？是不是要回来？要回来，在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心意，将这所有的都摆在上帝手中。这边说，但是我要把他们聚在一起，惩罚他们。当亚述王压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吃尽苦头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就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这些都摆上？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而已，而是将这些都摆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许多时候我们都靠着人的能力，靠着人的力量，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。但是，很重要的是，我们真的要先来到主的面前。因此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，北国以色列他们盖了非常多的祭坛。为了除去自己的罪，以色列人造了许多祭坛，但祭坛越多，犯罪的地方也越多。当我们失焦了，当我们持续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自以为我们做了很多，其实就像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样。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我做的越多越准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相对应的祝福与奖赏？这也让我看到近几年认识的一群人，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当兵的那些指挥官一样。以前我们的指挥官，我看到他哇，我们都说他一直要做了很多事情，要去类似阿谀谄媚等等这些东西，或许用这些词来讲，来形容，他也在当中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发现我们都笑他，他越做越多，越黑。他做越多越黑，没有为他加分。他努力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对他来讲都是减分。我也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，他努力做很多事情，做越多，扣越多分数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先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先来到上帝面，不是你努力在做什么。还记得之前在硕班的时候，在上一门课，那时候就把我以前所学的把它写上去。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写了2、3次，把我所会的写进去的时候，写越多被扣越多分数，因为格式不同啊。社会学的学法跟神学的写法是不同，把神学那一套放进去，发现用越多扣越多分数。而在这当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当中去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，我们没有跟着那一套走的时候，
做越多，扣分越多。当我们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努力在做，我们好像做了很多，但是我们常常陷入像玛利亚一样，像玛利亚的姐姐马大这样子，做了许多，做越多，负分越多，因为她生命里面已经忘记她在做什么了，而在当时看到她的忙乱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回来看，在我们的服事当中，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先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带领我们，而不是我们一直在做，一直在做，做了之后呢，像之前也在分享的，当我们做了许多事情，然后把人带到教会，但是却没有牧养他，没有让他生命起来，在当中他也得不到什么东西，甚至只看到里面的互相攻击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不只是自己得罪上帝，也把人带来也得罪上帝，让内部的人，让外面加进来都得罪上帝。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不也是让我们成为负分吗？做的越多，负分越多。所以在当中，上帝要让我们先回到他面前，把自己的生命调整好，让我们将自己摆在他手中。当我们生命调整好了，这一切怎么做，人进来还没进来看见我们，他就已经感动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好像觉得好像这样献祭能够更亲近上帝，能够更好。但这边讲到说，祭坛越多，犯罪的地方也越多。我为他们写下许多教训，他们却以为怪异。是不是在当中经文也是如此？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所听到就，这不合科学，这不合常理，这不合怎么样，这不合我的个性。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子，我就是不愿意被框架框住。其实很多人先听到一些东西，就很多判断了，很多判准出来，然后就把它抛在一边，就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要以为你们在教会就可以这样要求我。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感觉到，其实牧师对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要求。但是当中很重要的是，希望我们先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你，不是我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。当我这样在要求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落入人性当中？走到某个程度，是不是也要你们像我一样而已，落入在人性当中？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是，我们一起去学基督，而不是你们来学我而已。保罗在讲的也不是说你们学我而已，但重点是我们要学基督，所以要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，回到信仰里面的看来领受。之前也有听过一些人的见证，在讲到说，当他来到教会，他很认真在读圣经，他也是很学科学的。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一直到启示录，对他来讲太多的问题了，几百几千几万个都有，全部都列出来。然而在当中，当他去经历，当他去体验的时候，他也看到这上帝怎么样让他去经历这一些。当他读第2次、读第3次、第4次，他也更多的去经历上帝的带领。一开始他觉得什么都是很怪异的，但是他愿意这样降服。到后来他发现，哇，这是上帝美好的恩典。他做了生命许多的调整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边一样，觉得什么都很怪异？甚至有人觉得奉献也很怪异，为什么我来教会我要奉献？为什么我来教会我要唱诗歌？为什么我要以教会为主？其实有很多都很怪异，都会觉得很怪异。然而在这里面，愿不愿意真实的来跟随？
当我们在敬拜，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的是什么？所以不要让我们所做的这些，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敬拜，却成为我们陷入的罗网，却成为让我们离上帝越远。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陷入在那里批评、批判、互相攻击当中，让我们真的透过每一天的灵修，每一天的 QT 里面，带领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更多的去思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跟上帝的连接，我们跟谁有什么样不好的地方，我们求上帝赦免，也期望有机会求让个人的赦免，不是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持续得罪上帝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献祭，是让我们更加的贴近上帝的心。当牧师在讲到献祭的时候，常常讲到说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献祭回到上帝面前来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献祭有这样的方式，有这样一个桥回来上帝面前。所以许多人都会觉得上帝喜欢献祭，上帝喜欢那些香味，喜欢那些肉，上帝喜欢我们奉献。其实不是，上帝是让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更加的亲近他，让我们不因为罪把我们跟上帝隔绝了，而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献祭，这样的敬拜过程，让我们得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不是用这样的方式。有些人害怕回到上帝面前，怕上帝记得他们的罪。但是当我们用我们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罪对上帝来讲不是问题。上帝愿意将这些鸽子，让我们去领受他对我们的爱，他对我们的祝福。当我们不再去犯那些罪的时候，上帝可能也把这些摆在旁边，不再跟我们谈论这些，让这些都过去，才会就像新约里面说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上帝不再去看过去这些事情，而是新的开始。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在透过何西阿在讲这些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渴望进到什么样的情况，跟上帝建立怎么样的关系。所以其实上帝这边一直在讲的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回来知道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这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觉得这美好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所赐予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制造这些东西，让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创造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件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看见的是我们的离弃，我们的背叛，还是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要让我们归回呢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去思想今天的话语。在今天何西阿书第8章当中，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？让我们透过默想，让我们透过再次的读经，让我们来思想上帝对你的心意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你呼召我们。主，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，让我们竭力的认识你，不要只是自以为是的认为你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已经足够认识你了，而是让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上主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，清楚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的也分享出去，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认识你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这样过敬虔的生活，他们所分享的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，让我们在这当中从一个人开始，影响了这许多的人，让我们也都进到这敬虔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同在，渴慕你的大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透过何西阿在对我们说话。或许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似乎听见了什么样残酷的话语，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见上帝你那美好的心意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，有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生命里面领受主你的祝福。主，你是我永远的救主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持续的带领着我，也愿主你继续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带领着我们。主，我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赐下恩典与祝福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持续来到他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每天有段时间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上帝将你分别为圣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主赐福于你。与你一起向前，我永远的救主，一辈子不离开你，因你付上了代价，赎回了我，能为你而活。我永远的救主，一辈子我要歌唱，何等荣耀能全心